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一波接一波的冷气团带来着未少的水汽，互南投鹿谷乡的小半天出现着壮观的云海。大轮山顶的银杏的树林，嘛比永年提早半个月开始来布芽，有的嘛开始发树叶啊咯，这个景色真水。 将空气机记录备份得亲像海波浪共款，伫咧山林之间铺上铺倒。这个位啊，就伫咧鹿谷乡小半天的大轮山，变到到早起时啊，就出现真热闹的云海。后面就拿来到这，心情就放轻松。平地比较看不到，然后对，在山上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美景，就可以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走走这样。 一波接一波冷空气，然后小半天出现真水的云海美景。冷空气带来水汽，嘛互大轮山的白骨林比过去提早半个月不一。会觉得春天来了，可以出去踏青走走了。大轮山伫咧海拔1500公尺所在，那随四季变化白骨林，嘛有壮观的云海通欣赏。像真侪爱翕相的民众来遮记录这款水景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遮行踏，绝对互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水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